Hello， 大家好，而家又係食蟹嘅好季節，不如今日我哋就一齊去街市買一隻膏蟹，斬蟹同埋清內臟呢一啲動作，我就交咗俾魚檔嘅專業人士。為咗保持蟹嘅鮮味，我就叫個檔主將劏好嘅蟹直接放落個食物盒。我而家就跑返屋企，將呢隻膏蟹放入雪櫃雪住佢先。今日我就會利用 Coco 雙壓電飯煲整一個金黃蟹膏糯米飯。呢一啲就係今日會用到嘅材料，我會將所需要嘅材料同埋份量詳細寫咗喺影片嘅描述文俾大家參考。自己整當然要真材實料，所以我今日就特別準備咗膏蟹、臘腸、冬菇、蝦米，整呢一個豪華版嘅電飯煲糯米飯。開始嘅時候，我會將糯米洗乾淨同埋隔走啲水，呢一度係杯半米，大約係2至3人嘅份量。之後我就洗乾淨2條臘腸，再揾啲滾水淥一淥條臘腸，沖走表面嘅油分，同埋可以令到條臘腸變得較為軟身，方便一陣間切成粒粒。繼續將已經預先浸軟咗嘅冬菇切粒，切之前先揸乾啲水分。我超級中意食冬菇，所以我就浸咗2大隻。一陣再加埋蝦米，呢一個陣容係咪好豪華呢？記住，浸冬菇水同埋蝦米水一定要保留。最後會加落個飯度一齊煮，味道係簡直10倍升級。為咗更加提升材料嘅香味，將已經切成粒粒嘅臘腸、冬菇同埋蝦米放入 Coco 電飯煲。有咁多材料真係自己整先可以做到。冚翻埋個蓋，選擇無壓蒸燉嘅模式，時間方面揀10分鐘，再撳開始。呢一段時間可以將頭先洗好嘅糯米攞翻出嚟，開始調味。我嘅秘方就會落1湯匙嘅生抽，半茶匙嘅老抽。老抽嘅主要作用都係為咗令到個糯米飯上色，再加埋3/4湯匙嘅蠔油同埋1茶匙糖，就可以將佢哋撈勻。呢一個時候，頭先10分鐘嘅無壓蒸燉就已經完成。打開個電飯煲，可以用個餘溫繼續炒香啲材料。剛才嗰10分鐘嘅無壓蒸燉，我係完全冇落水，所以成個過程係將啲臘味煎香。將調味好嘅糯米放埋入個電飯煲，再加少少麻油撈勻佢。平時煮糯米飯就係1杯米加1杯水，不過今日因為我會加隻膏蟹喺上邊，可能會有少少出水，所以我就會酌量減翻少少水。呢一度有杯半嘅糯米，所以我今次只會準備1又1/4杯冬菇水同埋蝦米水，倒埋入去啲糯米度撈勻。為咗保持新鮮，我去到最後呢一刻先將隻膏蟹喺個雪櫃度攞出嚟，一邊用水沖，一邊用牙刷擦乾淨個蟹殼，同埋淋少少米酒喺啲蟹膏上邊，將隻膏蟹放埋入去個糯米飯上邊。呢隻蟹個 size 又啱啱鋪晒成個電飯煲面。冚翻埋個蓋，我將個電飯煲轉翻做高壓模式，然之後再揀高壓雜穀米嘅功能，再撳開始。我今次選用高壓雜穀米嘅模式，就希望喺短時間裏邊將蟹嘅精華同埋臘味嘅香味完全融入個糯米飯裏邊。去到最後3分鐘，Coco 電飯煲又發揮佢嘅自動排氣功能，已經聞到好香啊！哇，咁快就煮好個糯米飯。打開個電飯煲，哇，真係好得啊！等我攞走啲蟹先，然之後就滗啲糯米飯出嚟。我平時中意多餸少飯，而家自己整就完全做得到。大家其實都仲可以落潤腸、臘肉呢一啲臘味，但係因為我真係好中意食臘腸，所以我今次就主攻臘腸、冬菇同埋蝦米，用高壓功能煮出嚟嘅糯米飯，好彈牙、好黏囉。最重要係自己煮，真材實料，真係啖啖都好足料。放好隻膏蟹，再撒啲蔥花，呢一個咁招積嘅金黃蟹膏糯米飯就完成啦。呢一段時間係食蟹嘅好季節，希望大家喜歡我呢一個食